哎，知道了。老公。行李收拾好了吗？宋妈已经在帮我收拾了。哦，明天见。早点休息。今天晚上7点，我们要去 Alex 的工作室跟他见面。现在我们先入住酒店休息。好漂亮！你能不能别总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能不能有一点生活情趣？你当别人都跟你似的，只知道赚钱。这么说，你很懂喽？反正呢，比你懂一点。对了，今天有一个时尚品牌的户外秀，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？你就别做梦了。今天晚饭之前，你必须好好待在酒店，为今晚的晚宴做准备。但是那个秀它只有今天一天。对了，我再提醒你一下，这几天在 Alex 面前，你要好好的拿出你这几天特训的成果，演得像一点尹太太。哎，知道了。老公。这边有很多有什么有 SPA 请好。用餐的服务，你有什么？我的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当然是和我睡一间了，万一被 Alex 发现我们分房睡，要怎么解释？那个应该是套房吧？不然呢？怎么？难道你要和我同一间房间睡？谁那么想啊？我就是在想你会不会把那个房费算到我工资里。这个就不用了。不过你每天出门必须向我报告，时间、地点、接触过什么人，最好以书面形式报告。另外，晚上门禁8点。比我妈管的都严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你可以自由活动。晚上6点我们要和 Alex 吃饭，5点半准时出发。